来继续要来讲这个公庙聘请到员工，嘛爱照步来，嘛爱符合到劳基法的规定。高雄凤山有一间真出名的公庙红检举，讲这个薪水无达到基本的工资，加班嘛无发加班费，结果互高雄市劳动局来罚款8万块。也毋过，并毋是所有伫个公庙做工课人员拢适用到劳基法。上主要是爱看双方是毋是有约定工资、工作的时间、甲休假等等。信徒虔诚拜拜，希望心内所求的通实现。高雄市凤山区一间真有名的公庙香火真旺，所扣员工检举无依照劳基法付工资含加班费，实际问庙方进前确实无依照劳基法咧行。偌济钱就付偌济钱嘛，对无？生活照个基本工资就对啦，阮的基本工资应该扣嘛，差不多啊。高雄市劳工局嘛介入调查，发现庙方发薪水无达到基本工资，前堂做工课时间无照规定加互人薪水，等等4项违规，各裁罚2班，拢总罚8万。我们也呼吁宗教机构视为劳基法的适用范围。那针对所雇用劳工的劳动权益，都应该依法来处理。不过，公庙内底人真济，算是大人拢符合劳基法的规定。关键点就伫咧，敢有甲人评好工资、做工课时间，也有休假等等。然后用嘴甲人讲，或者是书面约定，就符合劳基法。不过，这讲也有其他无相关约定，就无适用。不管多少钱，我只是来做事情，来为人民服务是很 OK 的。如果你是以过年你想要来赚外快心情，那当然不一样。对，那当然你会觉得这个薪水，你就是要去比照劳工的那个薪水来做讨论。声明不用照顾信徒，庙方嘛要遵守劳基法，顾好家己员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